有偷步，係啦，印度運動員啊，喺第9線，辛迪啊，咁啊未喺發令完鳴槍嘅情況底下，就自己衝咗出去，佢自己都覺得哎呀有啲可惜啊，佢自己都知道係一個好明顯嘅偷步啊，其實因為裁判亦都行過去，咁就會舉呢一個嘅紅黑牌，應該係咁啊，即係代表係被 disqualify 咗。係啊，冇錯。係啊，咁啊可惜啲，咁啊，但係比賽就係咁嘅，就係會有咁多嘅變數啊，咁啊。佢都真係抱頭啊，真係，唉，好可惜，好懊惱啊！同埋頭先咧，佢知道拋咗，佢想離開都記得要企翻落，一企喺度接受埋張牌先可以離開賽道啊！咁啊，第3組200米嘅賽事，咁啊重新開始，啱啱有少少嘅波幅，咁但係都冇問題嘅，咁啊唔會影響各位運動員嘅一個心態啦。咁啊都係同樣地，張俊賢係香港隊運動員第4線。咁啊順利起跑，見到張俊賢其實起跑都唔錯喎，但係咧，馬來西亞嗰個係啊，馬來西亞嗰個內線嘅選手喺第3線度，佢嘅加速非常之順暢啦。咁啊，其實已經去到途中跑嘅階段咧，已經見到係嚟自馬來西亞、中國同埋係斯里蘭卡嘅選手已經係帶咗出嚟㗎啦。馬來西亞起步好快，但係收晒步，因為佢係兼1、200嘅羅斯尼。哇！好快時間喎，陳金欽啊，國家隊選手啊。佢係 PB 係20秒94，20秒92啦，啱啱大鐘顯示嘅時間。即係 PB 喎，係 PB。睇一睇啦，拉線係冇錯啦，咁啊20秒92咁啊 PB 咗啦，初賽已經，仲要可以淡定到指住個鐘咁樣衝線啊！咁啊，第3位羅斯里咧就收晒步㗎啦，佢 PB 係20秒73添，不過兼2項啊，琴日都跑咗幾槍啊！羅斯里21秒35成績馬來西亞，咁啊第4名係嚟自泰國。21秒57啊！係啦，泰國嘅選手21秒57，咁啊，中國香港嘅成員張俊賢咁啊，21秒63，都貼近幾個人最佳成績嘅。咁啊，睇下有冇機會以細 Q 嘅身份就可以入到下一輪啦。都仲有一組嘅選手睇都唔易啦，因為頭先啲21秒2幾嘅都喺細 Q 度，係都唔錯。其實即係如果以07